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咯，外界认为讲在野分裂，民进党的赖清德地党倒个选咯。也毋过哦，赖清德竞选的总干事潘明安，伊是强调讲哦，因逐工拢真认真咧拼，会拼到最后。国民党的侯友宜今仔是推出医疗政策，也毋过哦，伊无要评论国民党副主席人选有捌讲过，郭台铭有要求要换掉侯友宜哦。郭台铭的办公室是回应表示讲，郭台铭毋捌讲过这款话。赖副会担心被说躺着选吗？笑眯眯无加做回应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，外界指出在野分裂，互赖清德倒咧选。不过民进党反驳，而且定调无涉入、无评论郭台铭选务，全力拼选战，明重演去年选战的错误。31各县市竞选总部3场授权会议，由陈市长甲余天担任双北竞总主委。那主席也并没有躺着选，假日呢还是行程满档。每一天呢，还是从早到晚，我们还是战战兢兢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拼到最后一里路，赢得最后胜选，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哈。在野要整合国民党侯友宜31是继续推出医疗政策，包含优先投资医疗保健支出，调整到 GDP 8%，疫苗采购爱透明化，若是有官商勾结，就会马上成立特侦组来查。不过对连胜文表示，郭台铭要求过上后下的讲法，遭到过半否认，侯友宜低调无愿意加做回应。我不清楚他们两个的对话内容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误会吧。其实换候的声音是国民党党内的传出来的，那当然这个声音也会传到郭董的耳里，但并不是郭董主张侯下郭上，没有这件事情。郭台铭竞办发言人黄素修表示，郭台铭就是要推动在野整合上强队伍，会搁找时间安排过后2个人会面。又话民进党主席郭文泰31是无行程，不过过半正积极想要邀请过歌林嘉比，强调未一来就讲什么人配什么人，大家爱先开讲一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